各位兄弟姊妹，大家平安，请准备心进入今仔日的礼拜，请默祷。兄弟姊妹，大家平安。今仔日是救主国外节，咱大声来喊三声哈利路亚，来学了咱的主。1、2、3，哈利路亚，哈利路亚，哈利路亚。今早起，请咱同齐用咱的歌声，互圣殿拢充满欢乐，因为主已经国外，咱的心要充满喜乐，充满平安，充满盼望。愿圣殿拢充满欢乐，咱三个来吟。圣殿充满了，我心充满平安，喜乐甲荣光，真奇妙伊受曙光，乐耶稣生命。最下面的自由，愿圣殿充满了，相信行去的我心，圣殿充满了，我心充满。平安，喜乐甲荣光，真奇妙伊受曙光，乐耶稣生命，最下面的自由，愿圣殿充满了，相信行去的我心，圣殿充满了，圣殿充满了，我心充满平安，喜乐甲荣光，真奇妙伊受曙光，乐耶稣生命，最下面的自由，愿圣殿充满了，相信行去的我，愿
愿圣殿，愿圣殿充满喜乐，圣心徛起伫我心。感谢主，今仔日早起，咱的圣殿充满喜乐。咱请兄弟三角起立，咱做伙拍手，吟诗喜乐主，三角来荣光主的名，因为主为咱受定死。死伫基顶，耶稣受定死，流出无悔洗无罪前去，伊有甲我相在功乐遮，荣光伊的名是伫基顶，是伫基顶，耶稣受定死，流出无悔洗无罪前去，伊有甲我相在功。荣光伊的名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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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伊有甲我坐上帝正平，荣光伊的名，我做个大耶稣拯救我，深深感谢。恩叫大，对心的献出伊的听，荣光伊的名，荣光伊的名，荣光伊的名，伊有甲我坐上帝正平，荣光伊的名。是伫基顶，耶稣会为咱的罪受定死，流出伊的宝血，使咱的罪清去。伊有告我，因为赎罪功劳者，荣光主的名，咱三个人第三站，宝贝换泉，宝贝换泉，叫我脱离罪，真是人真去度相会，我心欢喜对叫主来行。荣光伊的名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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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伊有甲我坐上帝正平，荣光伊的第一站搁唱一届，是伫基顶，是伫基顶，耶稣受定死，流出无悔洗我罪前去，伊有甲我相在功乐遮，荣光伊的名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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伊有甲我坐上帝正平，荣光伊的名，咱讲荣光伊的名。荣光伊的名，荣光伊的名，伊有甲我坐上帝正平，荣光伊的名，荣光伊的名，荣光伊的名。伊有甲我坐上帝正平，荣光伊的名。感谢主，咱将捧仔声献予咱的主，请坐。上帝圣子耶稣基督，因为疼世间人，甘比降生来到世间，又受苦死亡，第三日告我，因为主告我，咱会当面对将来；因为主告我，咱无搁惊吓。伊是掌管将来主，因为主告我，咱的人生要充满愿望。咱三个来吟这首，伊有告我。上帝圣子，上帝
先行，伊名是耶稣，为听出世，赦免伊的，对世个我，予我的自由，脚的捆绑就是我的救的记号。上帝圣经，上帝圣经，伊名是耶稣，为听出世，赦免伊的，对世个我，予我的自由，脚的捆绑就是我的救的记号，有个我。充满亮光，因为个我，上帝圣经，伊名是耶稣，为听出世，赦免伊的，对是你个我，对是个我，予我的自由，脚的捆绑就是我的救的记号。咱来双歌讲主个我，是有个我，我会面对将来，伊有个我。充满亮光，因为个我是阮亲知影，主是掌管将来的主，阮的外名要充满愿望，因为主个我。当咱对头过来唱的时阵，咱会当安静心，咱来思想歌词内底的意思。上帝的圣经，伊的名是耶稣，为替咱来出世。下面伊伫咱的白听，因为对死个我，互咱得自由，空的捆绑就是要做咱得救的记号。咱搁顶头，咱来唱上帝的圣经，上帝圣经，伊名是耶稣，为听出世。赦免伊的，对是个我，予我的自由，空的捆绑
就是我地球的依靠。主跟我，伊有跟我会面对将来，伊有跟我，无搁惊惊，我心知影，伊将我将来，我命充满亮光，因为伊跟我，伊有跟我会面对将来，伊有跟我，咱无搁惊吓，我无惊吓，我真知影，伊将我将来，我命充满亮光，因为伊跟我真知影，我真知影，伊将我将来，我命充满亮光，因为伊跟我。咱三甲同心，咱来祈祷。亲爱的天父上帝，因为你疼世间，赐了你独生圣囝来拯救阮的罪，搁我得胜的主耶稣，感谢你对阮世间人的疼。你为着阮的罪受苦死亡，但是你伫第三日搁我，才做世间人的盼望，互阮伫人生黑暗无希望的时阵，才做阮上大的倚靠。圣神保卫师，感谢你常常伫阮身边，感动阮的心，互阮常常纪念主的大疼痛。求主将你搁我的盼望日日放伫阮逐人的心内，互阮无论拄着什么代志，拢坚心倚靠你搁我的大气力。阮将阮的心灵交托伫你的主你的手中，愿你圣手扶持阮，直到永远。阮安尼祈祷，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主名来求，阿门。妇人惊吓，面压落地，迄两人甲因讲：社事伫死人中找活人啊！伊无伫遮，已经搁活，恁着记得。伊还伫加利利的时，有怎样甲恁讲？恁主的确交伫罪人的手，互因定十字架，第三日搁活。即是咱来吟圣诗，圣诗102首，哈利路亚！伊有搁活，咱的主出梦搁起，以台赢死实的权势，请咱起立吟全首。Oh
是咱永远徛地，咱来信仰个别，咱做伙来坐念主祷文。我伫天连地，我你的名姓，你的国临到，你的旨意成，伫地面亲像伫天里。我的日息今仔日互阮，赦免我的过误，亲像我也赦免过误我的人。我你带我入天市，着叫我脱离连害的，因为我权力、荣光拢是你所有，代代保证。阿门。请坐。即时咱三个来启用，我来启听来印。启用文26篇，记载伫诗篇111篇。着称赞上主，伫正直的人聚集的大会中。我要专心感谢上主，上主的作为真奇妙，互伊爱伊作为的人拢通学习。伊的作为充满尊贵威严。伊的公义永远遵循。上主行奇事，互人纪念。伊有恩惠怜悯。伊赐美牛，互敬畏伊的人。伊会永远记念伊的路。伊对伊的子民显明伊的作为有大权能。将列邦的产业赐因。伊的手所做信实公平。伊的大事拢可靠。永远袂改变。照信实坚定执行。伊救赎伊的子民，甲因定永远的约。伊的名是圣，通敬畏。敬畏上主是智慧的根本。尊敬大家坐声，上主应该永远受称赞，做上帝的荣光。这是咱请圣歌队来献诗。
感谢献歌队的娱乐，祝选实力家、放假受到咱的罪来得到赦免。这时，咱做来看圣经，圣经记载以弗所书1章1节到14节。咱做来共读，对上帝的旨意，做基督耶稣的使徒保罗，配寄予伫以弗所遮的圣徒，忠信伫基督的耶稣的，愿恁对咱的爸上帝甲主耶稣基督得到稳定平安。第3节，愿咱的主耶稣基督的上帝也是伊的爸得到娱乐，伊伫基督捌赏赐咱对天灵逐项属地神的福气，就是照伊创造的世间的大成，伫基督敬咱，互咱伫伊的面前诚做圣，无通嫌。依照伊的旨意所欢喜的，用仁爱大声定着对咱对耶稣基督得救，做囝来归伫伊。第6节，互伊恩典的荣光得到娱乐，即个恩典就是伊伫所听的囝赏赐咱的，踮伫伊，咱对伊的保护来得到赎回，赦免罪过，照伊恩典的富有，伊将即个恩典用逐样的智慧甲见识，赏赐咱到满满。第9节，已经互咱知伊旨意的奥妙，照伊的好意，就是伊伫本身所大声定着的，要伫遮的日期圆满的时，设法互万物无论伫天里的、伫地里的，拢伫基督来合一。第11节，踮伫伊，咱也正做家业，就是大声受定着的。照即个趁家己的旨意，行万项有为的意思，要互伊的荣光对阮大声仰望，伫基督的人来得到娱乐。踮伫伊，恁也已经听见真理的道，救恁的福音。既然信，就踮伫伊，有受所应允的圣神勘印。第14节。伊就是做咱成业的准当，到上帝所得到的业赎回，互伊的荣光得到娱乐。咱圣经读到遮，下面咱要请郑牧师来甲咱讲到伊的讲道的题目就是来问主问。
大家做大家平安，真欢喜去看到咱大家，啊特别是这个咱的主过活的日子，所以咱甲咱的厝边隔壁啊，大家安尼招呼一下，真哈利路亚主过活，这是咱基督徒真有力，佮真有信仰的一个见证。特别伫今仔日，这个主日，我爱对这只圣经节，毋过我会放伫较尾后，重点伫遐。保罗咧寄互以弗所教会的批头前有请安，有一寡安尼，伊真平常的话，然后到伫后壁遐有一个较要紧，我要用迄个尊等。咱大概用尊等、凭证，迄就是凭证。你凭证原来意思毋是安尼，总是我等下甲咱讲。咱即个字爱会晓读来担主温，毋是温哈。来担，我先要用担呢。咱知影咱咧煮食的时阵吼。担是咱台语内底一句真水的话，担就是讲试食，试一下，试小可试一下。你试看有咸正无？然后担就是安尼。担，搁另外你得爱搁延伸去的，担毋是你完全食着遐个物件，迄完全食着就是以后才会当安尼食较济。担就是先互你知影迄个味，咱来用即款的意思来放伫咱的信仰内底，就是保罗要讲的即个。咱今仔日，咱伫地面上，咱就是担着主恩，总是迄个并无完全，你担着的是一部分啊，尔定到将来，你才会当安尼完全去。看到，也是讲去享受到主的恩典，这是担的意思。我感觉真有意思吼。真像保罗伊另外一个所在嘛咧讲，现今咱咧看，亲像对镜咧看安尼共款无明，总是到迄时就知长头对面。所以我要放伫即个担，也是试。要读这。要进入这经文的时候，我阁爱用另外一款的方式，互咱读。我最近若去教会的时候，我拢会改这经节，搁再用诗的方式。因为我感觉咱的圣经内底写甲上过落长，写因为迄个时阵的语气嘛，甲咱今仔日阁无共款，阁分段落拢无分，安尼连做伙。有当时你读过，像讲咱当遮读过圣经，你甲想讲当读过了后。有啥物话留伫你的心内？你有留着啥物话伫你的心内？互你较会注意着。来，咱做伙来，我请咱大家做伙来读这段经节，用另外这款的方式来读，来做伙来读，出声来读。我保罗做主使徒，奉主上帝旨意传道，批假互伫以弗所属。基督忠实信徒，愿对天父囝救恩，使恩典平安互你。咱我甲恁提醒一下，你咧读这的时阵，当然原来这批是保罗咧对以弗所教会，咱即摆甲换另外一款的情景，就是那像保罗咧寄互咱共款，像即个批咧对咱讲话共款。来，感谢主耶稣基督甲。天父上帝赐福，将属天福气逐项通过基督赐互人。伊早经咱也无嫌，正做圣洁无缺点。上帝听咱早备办，通过基督来救人，所以有得欢喜，下伊旨意归属伊，荣耀恩典咱上赞。白白将囝赐予咱，基督死，咱得自由，
罪得赦免，恩领受。来，得恩典真充足，赏赐咱成全救赎，用达款智慧聪明，完成旨意亲自成，互咱在以早所做，完成奥妙的计划，等待时机若成熟，受造尊基督合一。万有照主计划成，依照原初之意行，通过基督竞选咱，做伊子民恩无限。咱先仰望基督的，上赞荣耀归上帝。嘛是当是着当听到真理信息。互人得救的福音，恁就信基督伫心，上帝使恁以圣神表明归属佮勘印，圣神保证咱承受伊的应允到永久，伊赐自由，互咱晓，咱着上赞以荣耀。等一下，佮放伫遮吼，迄个放伫最后迄句遐。咱当遮读过，伊咧讲迄个准等、宾句，还是依据，迄个就是伫迄个第三节迄个所在。我有小可解安尼转一个意思，上帝赐恁，就是讲上帝赐咱，伊将圣神赏赐互咱，表明咱归属伫伊，搁再勘印，然后圣神保证。咱承受伫遮，迄个保证我袂用凭证啦，就是讲伊保证咱会当承受啥物？承受上帝永远到永久。咱知影即个准等，即个宾句呢，这爱对原来的迄个话，对迄个希尼尼，还是讲迄个较早闪民族因迄边伫迄个啥立讨海，也是讲游牧民族迄边遐个话来，原来迄个话意思是啥物呢？迄个话意思就是，那就讲，毋是担，伫希腊话内底有一个订婚手指，咱知影订婚挂订婚手指是表示啥物？无啦，毋是袂遐紧诶，就是表示有迄个将来嘛，有将来，就是讲今仔日是成安尼定约，总是迄个完全诶约是伫后来，即拢甲担有关系哦。迄个希腊语内底是手指，哦，因迄阵伫迄个伫做生意诶中间，咱知影咱今仔日嘛有做生意。你要共买物件，爱先付啥物？付现金。这现金莫讲，现金小可会想到迄个歹诶代志，爱放定金。对，定金就是表示讲我要甲你买，就是迄个定。吼这个定金毋是干那用伫迄商业诶那定，爱用伫保证，用伫迄个经济方面。这物件拢咧甲咱表明啥物？表明就是讲，伊事先咱愿意，双方两边拢愿意，互你事先会安尼小可去担着即个，这是迄个担的意思，还是准等？就是对古早到即摆，所以咱旧约内底嘛有一个故事安尼。较无名誉的故事啊，就是伫创世纪38章的所在，伫遐咧讲犹大伊的囝大囝啊，迄个娶某啊，然后无生囝，伊的第二囝继承，然后佫无第三囝佫继承。伫即个中间吼，当然我无要佫详细讲，就是即个故事内底有迄个古早因迄叫做啥？叫做咱华语会当讲
兄终弟及，就是那种，伫一个家庭内底为着要延续即个后代，因得爱保持即款的传统。当然，咱今日无，总是咱看圣经的时阵，咱看到古早是有安尼。犹大伊3个囝，迄个头一个囝娶某了后无生过身，第二个囝继承，然后伊无爱生，所以犹大就甲因新妇讲，甲迄个他妈讲，你先转去恁后头厝，然后到我即个小囝大汉了后，才娶。因为第二个伊条故意无爱生，所以嘛受上帝祝。这是古早的圣经，我安尼先描述互恁听。然后转去了后，犹大无去实行即款的约束。到伊第三囝大汉了，人讲第三囝大汉啊，敢若无甲娶。即个新妇伊怎去安尼伫外口遐流浪，然后犹大出去安尼伫遐咧找查某囡仔。看到一个袂水的查某囡仔，伊就甲伊有小约束安尼。然后，这个查某囡仔就甲犹大讲：“你摕爱有物件，互我做准等、做底啊、做节啊等等安尼。”犹大互伊啥物物件？你知无？3项物件，头一项。就是管，第二个就是大，迄个大下山的大，搁再一个毋知啥，我忽然间想会起来。咱若看38章的时阵，就会看到。伊就摕即3项，后来人甲犹大讲，你迄个新妇吼歹，伊伫外口做歹安尼风俗，安尼那像做妓女安尼共款。犹大就足受气的，伊就找迄个他妈来讲，甲责备讲，为什么你安尼做？总是即个他妈呢，伊就将这3项物件摕出来我看。我对什么人所生的？这3项物件的主人，就是伊。即个咱的圣经内底有记载即个故事。迄个物件，我要讲就是讲，迄就是节啊。咱的旧的圣经内底咧写即个标准的时候，后壁佫有甲咧夸胡，叫做一个字呀的字，就是迄个原文的意思。当咱伫过话这的时阵，要来讲即个男子的稳定，主耶稣基督过话，即个。只有咱用信心相信，甲宣告，伊的告话，咱宣告即个信，就是表示讲，即个活命活伫咱的内底。咱宣告告话，咱无法度用什么款的物件去证明讲，用科学的物件去证明耶稣基督告话。咱宣告告话，就是对咱的改变。对咱的生命的改变，来证明耶稣基督有活的。所以，若用保罗的话来讲，告话对咱来讲是啥物？是一款新的活命，新创造的活命。咱常常爱会记得这个物件，新创造的活命，伫咱的心上内底咧表现，伫咱的心上内底。咱咧学习，咱咧即个目标咧前进，因为咱伫世间无一个人是完全的人，就是咱拢想担先担一个，先担一个，你可能担着迄个，你可能担着迄个，你可能担着即个。我真爱迄个印度的一个故事，我感觉真趣味。迄咱小学的时阵，都拢有咧读着，毋过迄阵咧读迄个故事的时阵，拢袂感觉迄个是啥物。迄就是瞎子摸象，青面的人咧摸大象的故事。迄阵拢袂感觉讲，迄有啥物款的意义。毋过，迄个意义真大。迄若放伫铁
放伫学习内底，放伫信仰内底拢会当。咱今仔用信仰来讲，咱每一个人拢在努力咧学习，咧去望上帝。总是咱尽咱的一生，咱会当望到的。就我还为着一个人爱有当时爱用华语讲一下吼。我帮赞一人吼，互你也了解。我们的信仰呢，就像什么瞎子摸象，不是说完全像，是类似，有的类似。你摸到某一个部分，我们每一个人就摸到某一个部分，摸到某一个部分，然后你就说就是说啊，上帝就是什么，上帝就是什么。但是你要知道，那个是对的，但是它不完全，它不完全。我们只有我们的有限就在这里，咱的有限的是伫遮，只能够摸到它的这个部分。那要紧的，就是新创者。哪个用保罗的话来讲，就是讲，不管有觉的也无觉的，迄拢无要紧啊。要紧的是什么？要紧的是新创者的人。伫咱的教会生活内底，伫咱的信仰的团体内底，咱会拄到。因为咱就亲像安尼，咱咧望上帝，咱来教会，咱咧体会信仰。你咧听牧师的分享，听牧师的讲道，你有可能对一句话得到感动，你有可能对另外一句话得到感动，无共款，拢无共款的角度。毋过，这个拢无要紧，要紧的就是讲，上帝的话会当互咱成做一个新创造的人。各外主所以永远活的，就是表示咱永远拢在努力要成做一个新创造的人。这个咱会记得。所以伫教会内底，我伫学校退了，去真侪教会，看足一间教会的形态，看足一间教会的形，大细间拢有。对几个遐的到安尼几啊百个拢有。我看教会的形态，教会拢是耶稣基督的具体。教会无分大小，教会要紧，就是连接伫主耶稣基督各外主的身体的画面，这个才是上要紧。咱伫这个教会内底，成做一个具体，伫每一个团体内底，拢一定会有一寡。安尼，不管是看法无共款，意见无共款，做法无共款，一定拢有。总是咱得爱记得，咱拢是耶稣基督的具体。所以，咱伫今仔日要讲这个保罗要见证这个担主的恩典，伊讲圣神应允咱。上帝赐圣神，上帝赐圣神，甲咱保证，互咱迄个保证，将来迄个应允，伫迄个所在安尼确定。我是一直感觉讲，咱的信仰的中间，历程的中间，每一个人拢无共款，每一个人甲每一个人生命的历程拢无共款，总是。拢无要紧，咱拢会当伫主的内面共同参加努力。我会记得日本人有讲一句话，伊讲这句话伊安尼讲，伊讲我是用日本来讲一下哈。伊讲，恁有人一句听有无？一句听有无？伊的一句就是安尼讲：神说你失败个。难度，神说哦，失败思路，就是讲，伊咧讲，若无失败，你嘛人生的中间，你若无经过失败，安尼，你的人生就是失败。你看听安尼听有无？伊讲，咱的人生若无经过失败，因为迄个失败的经验会互你学着成长。失败
我是认为讲，毋是感觉经过失败尔，就是讲，迄个失败、迄个挫折、迄个发生、迄个不如意的代志，迄个就爱，互你会成长，安尼，迄个失败才会无白了。人生若无经过失败，你若无对遐学着经验，就迄个失败，就是人生就是失败。毋过，即个毋都有一个难度，即个毋都有困难。咱人吼，无一定拢安尼，常常咱拢爱互相提醒。咱人就是人，就是有迄个缺点。讲要对过去的失败学着教训。毋过，你要知影，伫迄个铁塔内底，黑格尔有一句话，真出名的话。伊讲吼，读历史是为着啥物？读历史就是要为着得到教训。总是偏偏安怎样？偏偏人永远拢袂对历史内底，伊对历史内底得到的唯一教训是啥物？就是拢无学到教训。这我用华语讲，这台语，这那个迄个同学听无说，人从学历史当中可以得到教训，但是人从历史中唯一所得到的教训就是什么？就是从来没有得到教训。安尼就是讲，咱即摆咧讲起咱人的一个迄个一个缺陷的所在，一个有限的所在，本来是失败，一个失败才好学着教训。所以咱的现实内底、诗歌内底，应该搁偌济中间有真济人受人酒的中间嘛，拢有人咧唱迄个，若无十架，就无冠冕，对无？吼，若无十架就无冠冕。啊，迄个意思，英语内底嘛有一款的迄个较礼仪的说法 ，no pain no gain， 有无？你无有痛苦，就无有得到的收获。吼，就即款安尼，拢类似即款的意思。十字架看起来，那像失败；对人看起来，那像就失败。总是上帝无看这个是失败，啊，这个真安尼，有当时啊真矛盾吼，真矛盾。我伫迄个受难酒的最后咧讲耶稣伫十字架顶最后的一句话，我有叫咱中间有人捌看过看到。对顶耶稣十字架的罗马兵，对比拉多，对犹太的经学士、法利赛人，即个宗教领袖来讲，将耶稣钉伫十字架，这就是啥？这就是因的胜利，这就是咱咧讲最后的一句话，最后的一句话。最后一句话对耶稣来讲，耶稣伫十字架顶最后一句话就是啥？就是讲，爸啊，上帝啊，我将我的灵魂交伫你的手，迄就是最后的话。这个对咱来讲，嘛是那像最后的话。耶稣经历死亡，总是对上帝来讲，迄个毋是最后的话。最后的话还搁伫后面。上帝最后的话还搁伫后面。咱会当安尼讲，迄个上帝最后的话是啥物？就是迄个死，搁活较赢死，以互耶稣基督对死的中间搁活。迄个最后的一句话，对上帝来讲，永远拢毋是。所以人讲，咱伫各活在个中间，咱得爱有一款的信心。咱相信主要伫咱每一个人心内有一个新的创造，伊要互咱成做一个新的人，通过圣神的保证。以保证咱会当先去担着这个救恩。那最后我要跟咱分享，因为等下咱要三甲守圣餐，每一遍的圣餐拢咧提醒咱甲主坐道的中间，嘛是咧担主的恩典，
嘛是安尼。咱每一遍咧甲主坐道的时，拢大家会记住，咱咧担主的即个稳定。最后，我要甲咱提醒，就是讲担主的稳定，伫咱教会生活的中间，咱对什么所在？除了讲伫圣餐以外，咱会当甲主坐道，担主的稳定，咱还阁会当伫咱教会礼拜团契的生活，甚至伫咱个人的灵修内底，咱拢会当去担着迄个上帝稳定。我真爱的，我拢会真爱伫差不多透早，还是讲暗时啊要困的时阵，我家己一个人安尼家己拢静静想，伫一日中间，你做过什么？你讲过什么话？你领受过什么？你有得到什么？啊，有当时啊，你会当对外在一寡代志，忽然间，互你得到一个启示，我拢会常常去想即个。啊，迄个我感觉。拢是上帝稳定，上帝通过圣神伫咱的心内底启示，希望上帝帮助咱伫过活的日，咱除了欢喜讲出主耶稣基督过活以外，咱嘛相信咱的主永远活伫咱的生命中间，咱嘛相信主永远咧改变咱，啊，咱嘛爱确信咱家己有要改变，咱家己有要不断的进步。愿上帝甲咱三个同在，咱三个来祈祷。听人的主，阮感谢你，伫过我的日，阮同信的兄弟姊妹伫教会，伫遮上赞你的过我，伫遮学乐你伫阮的心中永远活着。愿为着即个感谢你，求你将过我的话名赏赐阮每一个人，互阮拢会当经验着伫阮的生活的中间有主你甲阮三个同在，亲像诗人，还是亲像约伯，还是亲像圣经的中间真济人的个别，我的主是永远的主，我的主永远活着。愿主你帮助阮。通过阮的分享，激励阮，也教导阮要甲主你三甲坐道，互阮用虔诚的心，用刻薄的心来甲主你同坐道。希望你过我的话名，互阮伫即个时刻，阮会当担着。阮安尼祈祷，拢是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名。阿门。咱来吟回应诗108首，伊来唱仁爱；100我唱仁爱；14唱仁爱，伊搁我真恬静。这仁爱是要演煞，着写做歌来唱。你甲我同做歌手，咱再来吟，请咱起立。Oh
陈牧师来处理他们的圣餐。对。以主的名，欢迎今仔属伫伊的教会的陪餐者，拢参加来收主的圣餐。亲爱兄弟姊妹，请恁斟酌注意来听主恩典的话。伊原来讲，恁着我担当的，就来就问我要互恁得到安息。我就是活命的饼。就跟我的决断袂要，信靠我的应用袂取代。伊安尼佫讲，我徛伫门外拍门，听见我的声来开个，我要入去，甲伊食，伊也甲我食。枵喙焦、因无义的人有福气，这是咱主耶稣所应允互咱恩典的话。你哋亲爱兄弟姊妹，咱大声来听主设立圣餐的话，就是通过保罗所讲，我捌对主受，捌传互恁的，就是主耶稣，互人卖迄面，伊有摕饼祝谢安尼讲，即个饼就是我的身躯，为着恁拍坏的，恁着行安尼来纪念我。食了后，也安尼旁边讲，即个杯就是神约，伫我的肺所设立的。恁今仔啉的时，着行安尼来纪念我。所以咱为着安尼，咱要学习保罗所甲咱讲，咱主耶稣所应允，咱大声三甲来祈祷。主耶稣，愿照你的命令摆设这个筵席，求主你通过圣神来圣别这个宴席，也就是摆伫你面前的饼甲葡萄汁，通过阮领受者的，会当养成阮的心性、人格、信仰，渐渐成成，成做你身躯中的一体。愿光主你，愿咱祈祷，拢是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名。阿门。主耶稣讲，这个是我的身躯，为着恁拍坏，恁着安尼来纪念我。主耶稣讲，这是我的身躯，为着恁拍坏，恁着安尼来纪念我。咱伫咧堂会中间，请咱来唱一个歌。食这饼，这杯。心歌我的眼泪。
然后也安尼旁边讲，这个杯就是信约，我会所设立的。那你们是要行安尼来记得住。少年主耶稣基督，咱死搁活，咱伫咧感三角之道中间，用一感三角的分享，一款搁活的画面。吃这饼，饮这杯，像搁活的烟花吹打。这个杯是新约，是主耶稣基督会所设立的。咱既然啉的是就行安尼来记念伊，咱三个来领受。恁逐摆食即个饼，啉即个杯，就是表明主到伊过来，咱三个来祈祷。主耶稣，阮感谢你，因为你的过活带来互阮盼望。你诚做阮永远活地的主，阮感谢无所不能永活的上帝，因为对你极大的疼，互阮领受你的圣餐，做培养阮灵魂真的食物，搁互阮明白你欢喜阮、疼惜阮，也知阮亲像真正是圣囝。奥妙身躯的一体，就是受祝福、忠实的信徒，
也是你永远的国的护卫。阮的主上帝，阮谦卑恳求你，当阮搁一摆奉献阮本身互你的时，求你欢喜接纳阮，所以用慈悲帮助阮，互阮会继续即个圣洁的交通，对答以后会通荣耀你永远的名。奉主耶稣基督的名祈祷，阿门。咱做来这念奉献的宣告祈祷文。我相信万物拢是上帝所创造，伊拥有收视甲收回的主权。伫即时，我愿意对你所得到的恩典，用感恩甲敬虔的心，奉献于你面前。求主通过我逐摆甘心乐意的奉献，操练我的一生，分别我的性命。我相信奉献是在前丰收的果子，我深信奉献是实际基督的生命，我确信奉献是生命主权的交托。求主按照你的信息甲能力赐予咱，保守你的教会，坚固你的百姓，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来求，阿门。请坐。即时，我来报告消息。教会消息第一，本主日是过后一主日，会中咱有举行今年度第一届的圣礼典，请兄姐备心。咱会后一楼招待座有准备各活两一粒。愿主祝福。圣神带咱的身心灵来享受生命国活的愿望。第二，本主日感谢郑家泰牧师来咱教会本堂协助正道，分享上帝话语，愿上帝保守郑牧师的身心灵平安健康。第三，本教会吴委员牧师伫4月到6月办理年休假，那兄姐有重要的事，会当联系联络咱的社会第二长老我本人以及书记毛社会长老。第四，伫教会无牧者的期间，教会需要咱有值班的同工，邀请有感动的兄弟，咱做伙来参与这个服侍。伫服侍当中来经历主的恩典，值班的时段已经公布伫咱的公布栏，请欢迎来填写。第五项，下主日是教会学校纪念主日。中营中学
派观光事业科就是咱的青少年林宗南同学要来本会来请安报告，请兄弟为着教会的学校来代祷甲奉献。第六，4月份的上青4月初1，范老美美就是咱的范长老娘以及潘美菊4月初2是许佑成姐妹，4月初8是咱的青少年高雨柔同学，4月14是咱的牧师王伟元牧师，4月16是王仲碧牧师，4月27是魔术会长老。下面我来介绍一位咱的今仔日的司琴哈，咱今仔看一个迄个无真陌生的司琴姊妹哦，伊是对新和教会来甲咱协助的吼，请咱起伊叫带领吼。真专业吼，因为阮昨来伊提早来个落雨，你敢知伊住在新和？因为伊爸爸和我是已经20几年的朋友，所以顶届咱的司琴咧介绍的时阵，其实我崔老师毋知因爸爸的名吼，所以我想姓戴，我就想到敢会是阮的朋友的女儿吼。结果来的时阵，真正是伊吼，因爸爸爱对新和教会，甲伊载到新市坐火车，来到咱大桥大桥站落车，佮往行入来吼，嘿。所以等于嘛是爱佮去到遐坐火车，去到遐佮是爸爸去遐载，因为新和教较属于山区，越来越去吼，所以女孩子较无方便吼，愿上帝祝福耶稣王。来，咱下面的奉献请咱家己看，若毋对，咱会当来用咱的过价来敬敬吼。另外就是最后的，咱若会后了后，咱楼骹有准备水果吼，佮有咱的迄个果外节的迄个卵，咱会当做来分享吼。这是咱要请陈牧师来为着咱的寿星请起立，牧师要祝福恁。三个为着寿星来做祈祷，因为上帝，阮感谢你，伫这个通欢喜过我的日子，阮上时也为着4月份的寿星来献上感谢。阮为着因一生的年日对你所领受的恩典，阮献上感谢。阮也为着因的心灵的健康献上感谢。阮来为着因伫教会内面的侍奉，以及头前所要行的路，拢得到主你恩带甲保守。求你祝福因，互因伫今仔日特别领受主你的恩典，有欢喜、喜乐、平安的一日。阮安尼感谢祈祷，拢是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名。阿门。接受咱来读咱本周的金句吼，来咱做华语、台语读一解来。伊就是最咱新约的准当，到上帝所得的业赎回，互伊的灵恩得到可乐。这圣灵是我们得基业的凭据，直等到神之名被赎，使他的荣耀得着称赞。以弗所书1章14节。下面是咱做祈祷讲道的时间，咱做来讲道。咱开声来祈祷，哈利路亚，哈利路亚！主，阮感谢你，主你过我，主你为阮来受死，互阮来得到活命。主你受苦，你是要顺服伫爸的旨意，付出重价，互阮来得到救，互阮的罪来得到赦免。
得到平安，得到自由。哈利路亚！阮无搁再受罪捆绑。伫即个过活节主日，阮更加爱纪念你受难的无言无语、受鞭挞、受踢笑即种的痛苦。哈利路亚！主，你已经赢过死时的权势，阮无搁再悲伤。阮感谢你用保护来使阮一切不义。阮恳求主，你将国外的快乐关压伫阮的心田，阮无搁活伫过去。国外主，你互阮是圣神的轨迹来陪伴阮的学习是仁爱，是喜乐、和平、忍耐、温慈、良善、信实、温柔甲节制来过每一天。伫教会无牧者的中间，阮恳求主，你靠阮三角同行。阮的中集，阮的兄弟姊妹更加爱同心尊主你最大，主神看你，恳求圣神感动，阮伫服侍的事工顶面，主你亲自来坚固，温上加温，力上加力，来经历主你的操练，主你的稳定，主你互阮是圆满，是有够野的。阮的姊妹万主节因为感冒引起的肺炎。目前住院，主你怜悯伊，阮看见伊的经历有主你的陪伴伊，互伊无孤单，伊常常学到你，伊常常学到你，因为主你稳定是够野用，有够野的勇气来面对伫肉体软弱。主，阮感谢你，求你来扶持伊，恳求你的圣手来医治伊，互即位姊妹紧紧当伫阮中间。来领受上帝的恩典，阮献上感谢，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求，阿门。这时，咱的吟袂变诗，圣诗103首，恁拢免惊，欢喜唱歌，基督国活，哈利路亚！恁拢免惊，欢喜唱歌，基督国活，哈利路亚！请咱起立，吟诗线，请牧师来祝祷。各位主，以丰丰富富的生命、稳定、疼痛，甲恁正大家三个地地，特别上帝稳定，主耶稣基督的平安、圣神的相通，对这粒到永世代，甲咱同在，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名，阿门。